上次就是你大声喧哗，来了个搅局的，静悄悄。对呀，你那个痘痘为什么老长那么多呀？兴奋药是不是很难受？又来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可不。我不紧张。可芳，这一天我等待了4年，我也相信你也等待了很久。我下面要说出来的这句话，我不知道说完之后会有什么结果，我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的勇气让我说出这句话，但是我还是要说。可芳，请你一定要。大伟，嫁给我。老公，据我精密和科学的推断，今天是最佳受孕日。啊，是吗？那太好了，老婆马上就回来了。老公，但是有一个问题。啊，什么问题啊？最好要在你下班回来之前受孕。啊，这么急呀？据科学家对1天受孕几率的研究发现，如果想怀孕的话，做爱的最佳时间就是下午5点到7点，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，精子的质量和数量都达到最高峰，而这个时间也是女性的最佳受孕时间。哦，我一句没听懂。啊，不过老婆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啊！为了不让爸妈天天唠叨，我豁出去了。我现在就请假回家，咱俩速战速决。快点回来！还是换回这个吧，方便多。孩子父亲这一栏怎么不填呢？我还没想好呢。没想好。孩子的父亲是戚民峰，本来就应该写他。孩子的父亲是他没错，可是现在都是我作品。冬眠，什么事儿你都得考虑清楚了，省得以后麻烦啊。有什么麻烦的？你知道现在孩子上户口有多麻烦吗？还有，
没有结婚就生孩子，这孩子就是私生子。国家对未婚妈妈还要征税。等孩子稍微大一点了，上幼儿园的时候，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，就他没有，你说他得多失落呀！你这可风附体了是吧？啰里吧嗦的。我说的可是真的啊。生个孩子可能对你来说挺简单的，可是要对孩子负责，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再说了，在说什么？咱们小时候的不愉快，你不希望再发生在自己孩子的身上吧？冬眠，算了，准时先生来了。好，来。亲爱的，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做产检吧。啊，放心，孕检手册、水杯、外套都准备好了，走吧。哎呀，冬眠，那事儿你好好考虑考虑啊，我看挺好的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没事儿，他就自己说自己的。走。看还是你自己好好考虑。走。老公，等着急了吧？马上，咱们现在开始。哎，老公，停！老婆怎么了？老公，我决定在这次之前，我把咱妈告诉咱们的那些偏方都试一遍。行啊，什么偏方啊？是啊。红糖煮鸡蛋，枸杞熟地猪肉汤。行，喝完咱们干。是我的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喝这碗。这也是我的。那需要我做点什么呢？你只需要这些小蝌蚪。亲爱的，吃点东西呗。我不饿。也吃一点吧。啊，那个，要不然就白做了，一点。啊。冬眠，咱们的关系呢也算定下来了，所以我也给你一个定情信物。定情信物？你这是在拍武侠剧啊？还要一个定情信物，感觉像是被穿越了。你这是在向我求婚的意思吗？那也得看您老人家呀，您愿意嫁，我才能娶。转过去。来，翻个身给你擦擦后背啊。
来走。哎呀，真乖。潘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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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吗？潘林，你是谁？你回来啦？什么情况啊？这是个戒指吗？啊，他向你求婚了？还没呢。他说我愿意嫁他就娶我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的，哎呦我的，太肉麻了你！你说他奇不奇怪啊？非让我把戒指戴脖子上。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领证啊？急什么呀，死太监，公主还没着急呢。不过把戒指放在一个饭盒里我就答应他，那岂不是太随便了？我才不答应呢。哎，看不出来戚明峰也病得不太轻嘛。潘林应该是失忆了，失忆了。可能当时车祸和多年的昏迷导致脑部萎缩引起的并发症。虽然失忆了，可是人总算醒过来了。大夫，他还有机会恢复吗？这个不好说，谁也不敢保证。这需要你们家属的全力配合。失忆这么多年还能醒过来，说明他的意志力非常坚强。我明白了。怎么样？没戏。那东西呢？忘了。你接不接啊？又来催了。这次多亏你了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怎么了，主管？你还不知道怎么了？哎呀，你设计这些家具反响太好了，得到了很多年轻夫妇的大力推崇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订单全来了，很优秀啊你。主管，还是要谢谢你，那个时候大胆地采用了我的设计，换成别人不一定敢用。对，我很大胆，你也很胆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不光是我，现在连电视台也要采访你。电视台采访我，因为你这个设计非常前卫，而且引领这个潮流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他们说了，地点你来定。那就马场会所吧。
马场会所。胆儿大，胆儿大。叶小姐，这一款大胆前卫的家居很受年轻人的喜欢，请问您的设计灵感来源于哪里呢？所有灵感都是源于生活的，我也不例外。这款家居的设计是源于我婚姻生活的经验。叶小姐真的是非常豪爽啊！咱们这儿来采访，先生一定有一段非常完美的爱情吧？说是采访，我这还打扮是的，好看。我跟我老公是大学同学，毕业之后我们就结婚了。后来我永远是我们心目中的女神，是吧？是因为相处时间看得出来啊，可风给偷摸的设计了个情趣家具，磨平了。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，会咬人的狗是不会叫的，任何婚姻生活就不一样。你说谁是狗呢？是，不想的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宁小姐，细节真的是非常重要，您说的真的是非常好。只要一点小小的新鲜感，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。我设计这款家具，其实主要是想表达一个信念，就是珍惜眼前人。我希望所有像我这样渴望幸福生活的夫妻，无论在生活的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要放开彼此的手，相依相伴地走下去。怎么了？你不许走。我去哪儿了？这不是给你削苹果呢吗？啊？真的？真的？那你说话算数。当然算数了。啊，我一会儿会离开一下，不过我是去找大夫。啊，然后呢，再去打点开水。等你睡醒之后，接着给你擦身体。嗯，马上就完成喽。好嘞，大功告成。当当当当。杜月笙就是从萧离的学徒开始的，最后销声伤害他的大亨的。来，吃吧。快点儿吧，快点儿吧！你能不能别磨蹭了呀？你不会去逛个母婴店还要带本诗经吧？我想带本我的母亲。天，哎，博士呢？哎呀，博士，不知道去哪个菜地里面勾搭小姑娘去了。别这样说。嘿。呀，我说谁谁就来短信，10万火急速来会所。哎呀妈，赶紧去找人家博士吧。我还得陪你去买东西呢。哎呦，我孩子是等得急，我怕人10万火急等不及了。去吧。那你自己去的路上小心点啊。 10万火急啊！滚！我比你能喝酒，这么多年我们的交往也算是隔离式交往了。 我和闪闪079亲密无间，而且你还给我画过裸体画。今天我要跟你 PK 吃辣椒。跟我 PK 吃辣椒？对。你觉得你吃得动了吗？不管吃得过吃不过，我要尝试一下。 你是不是傻呀？我说要比我能吃辣，我也没有说光吃辣椒啊，你可以就着点别的东西啊。差不多行了，
给我倒点水。你别给我倒水，你得吃跟我一样多的辣椒，你要不然就认输，要不然就吃跟我多的一样多的辣椒。快决定！你当我傻呀？我才不吃呢！算你赢，你赢了。干嘛？干嘛呢？你干嘛？不能吃辣椒你就别那儿装孙子，吃那么多辣椒行不行啊你？等我1秒钟啊！你干嘛？别回头，别回头，别回头。当当当当！别忘了他。雷珊珊，嫁给我吧。我觉得可以。娟娟儿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你咋来了嘞？这么重要的时候必须来，我可是你亲姐姐。这个小伙子专程把我接来，用心良苦。我晓得。雷珊珊，我知道我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，我不善言辞，我也不善表达，但我的心是真诚的，是执着的。从我看见你的第一天开始，我的心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都跑到你那儿去了。有时候我有好多的话想跟你说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我今天我鼓起了我所有的勇气，我发挥我所有的想象力、创造力，弄了这么一场求婚仪式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满意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。我其实准备了好多特别感人的词，但是刚才吃辣椒吃太多了，一下都给我拉忘了。我只想请求你一件事情，答应我，嫁给我。哎，稍等。这么关键的时刻，谁给我打电话呀？